互哥林多信徒的批护书，哥林多后书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兄弟提摩太写批互伫哥林多上帝的教会，甲全埃加亚省所有信徒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伊是慈悲的父，赐逐项安慰的上帝。伫咱一切的患难中，伊安慰咱，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，去安慰遐个拄着逐款患难的人。因为基督为着咱受真侪苦难，咱嘛通过基督受遐尼侪的安慰。阮拄着患难，嘛是要互恁得到安慰甲拯救；阮得到安慰，嘛是要互恁得到安慰，有气力通忍受甲阮所忍受相款的苦难。阮对恁的愿望袂摇动，因为阮知，恁甲阮同受苦，恁嘛会甲阮同受安慰。兄弟姊妹，阮爱恁知，阮伫亚细亚省所拄着的患难。阮所担的重担非常重，重到担袂起，滴到用要活袂落去。阮家己感觉有受判死刑，安尼是要互阮无搁倚靠家己，只有倚靠互死人搁活的上帝。伊有救阮脱离死的危险，将来嘛会救阮。阮确信伊将来一定会搁救阮。恁嘛着用祈祷来帮助阮。安尼才有真侪人会因为阮对恁真侪人的祈祷得到祝福来感谢上帝。阮所夸口的是安尼，阮的良心证明，阮伫即世间的生活，拢是照上帝所赐的纯洁甲诚实，毋是靠俗世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恩典。阮对待恁搁较是安尼。阮写互恁的，拢是恁会晓读、会当了解的。恁到今所理解的只有一部分。我愿望恁到落尾会完全了解。安尼，伫咱的主耶稣的日，恁会做阮的夸口，阮嘛做恁的夸口。因为有即个确信，我才计划先去访问恁，通互恁得到加倍的祝福。就是计划去马其顿的路中，先去访问恁，搁对马其顿倒来经过恁遐的时，互恁通送我出发去犹太。这个计划减是凊彩做的，我做这款计划减出于自私的动机，连边讲是，连边讲毋是。上帝是信实，我对恁答应的话就毋是连边是，连边毋是。因为西拉、提摩太甲我传互恁迄位上帝的囝耶稣基督，并毋是连边是、连边毋是的。在伫耶稣基督只有是那定。上帝一切的应允，在伫耶稣基督成做是，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门来归荣光互上帝。互阮甲恁来甲基督结连，搁选派阮的是上帝，伊甲阮确认。搁使圣神伫阮心内做担保，我用家己的性命就抓求上帝甲我作证，我是体贴恁，才无去哥林多。阮毋是伫强制恁着信什么，反倒是伫做恁的同工，互恁通欢喜，因为恁的信心有徛在。